那时我常常听人说，过着小小的那个是困在深山里的阿嬷。他和阿公是包办的，大字也不识几个，结婚见连面都没见过。炊烟飘过，煮饭的柴火把窑呀换了，仰望它不黄知沉昏落，门外的灯还在为谁亮着？他每天摆着都是凑出日子过，听远方开来的车，门口的板凳在那儿从没挪过，眼神还在期盼着。他生了一个又一个，可都被远方的风吹走了。是那边是什么？是儿女高楼座，把他遗忘在深山里的角落。那边是什么？是娘家的村落，他裹着小脚跨不过那条河。天又黑了，天又黑了，天又了，他等的人何时能回来呢？炊烟飘过，煮饭的柴火把窑呀完了。要问他不黄知昏日落，门外的灯还在为谁亮着？他每天摆着是指头说日子过，等远方开来的车，门口的板凳在那从没挪过，眼神还在期盼着。他生了一个又一个，可都被远方的风吹走了。山那边是什么？是儿女高楼错，把他遗忘在深山里的角落。那边是什么？是娘家的村落，他裹着小脚跨不过那条河。天又黑了，天又黑了，天又了，他等的人何时能回来呢？阿嬷。山迄边是啥物？子孙的老阿厝，爱偌远才会带阮过迄粒山。好迄边有啥物？心念的后头厝，破落地的水，哪有袂当迄条河？